胖子兄，你哈球的声音那么大声，是否会发生什么大事啊？你不要管什么大事小事，睡你的觉。你不告诉我，我会胡思乱想，睡不着啦。你一定要打破砂锅问到底吗？胖子兄，你快点告诉我啦！唉，世间事十之八九难以如愿呢。哎呀，起来，紧起来！哎呀，你紧爬起来啦，紧来啦！是什么代志你后壁避开，紧来啦！啊，是安怎啦？我袂赴啊，我现在给你解释，紧起啦，紧啦！你也好，紧啦！紧去避开，紧来！哎呦，你是我起来遐创啥啦？紧去避开啦！紧去避开啊！紧啦！紧避开后壁，紧啦！是安怎啦？我袂发生什么代志，拢袂使出来有听无？好啦。吉鹏啊，你明知影云峰要下毒，你怎样外甲我讲？是怎样搁回来咧？你手段实是足凶呢。伊有不得已的苦衷，请你原谅伊啦。袂用的啦，伊三番两次甲咱害，我袂当原谅伊。阿英，你听我讲，迄拢是因为金凤伊爱你，你并无爱伊，伊是因为伊爱袂着你，所以才变一个人。伊以前嘛是一个真善良的查某囡仔。无伊即摆中毒啊，要安怎咧？我袂要紧啊，你毋免烦恼我，因为我事先有准备，我先用功，把迄糜放起来，所以银行的毒并无伤害着我。你甲云峰是姊妹，伊的手段遐尔浓毒，啊你却遐尔善良。报地师傅讲，你是千年的妖精。报地师讲的是真实的，我是千年的妖精。我不爱你承认，你是妖精。是真实的，我真正是妖精。我讲你唔是，你就唔是啦。是不是讲我是妖精，你都袂搁再爱我？管你是妖精好，你是仙也好，我拢会永远爱你。真心是真实的，我永远拢爱你。我嘛爱你，我嘛爱你，我袂害你，你相信我，我袂害你。阿弥陀佛，你来了。布袋和尚，我不是来求你的，我要告诉你，别以为你收了我的元神，我就一点办法都没有。我是不会受你控制的。你可以不受我的控制，你应该自己控制你自己。任何人也控制不了你呀！不要跟我说那些废话，我要让你看看我的厉害。谁叫你扣住我的元神不放？千万不要一错再错，否则你将越来越没有希望。趁早回头吧。
你为什么不学学你姐姐呢？我姐姐，哼，一切都已经太迟了。你这个胖和尚，只会对别人说教，自己都大难临头了，你还不怕？冷静观人，理智处事，谨言慎行，心安理得。胖和尚，命都快没了，你还说那些有什么用？一切言循己止，都要三思。三思。怎么思都没有用啊！那些话，留着到阴曹地府说给那些冤魂听吧。胖子兄，你没事吧？胖子兄，胖子兄，我没事儿。奇怪，胖子兄，他白天来的时候还很谦虚卑微，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，怎么才没多久就变成另外一个人啦？他本来就是个妖孽，只是有个人的形体，根本不是真的人，所以比较难驯服了。既然是妖孽，胖子兄，你为什么不直接消灭他，免得他危害天下苍生？妖孽也有潜心苦修、得道升天的，只要还有一丝希望，我们绝对不能绝他的后路。你真是够不容易，我唔是凊彩讲，你也唔免一直迷我。送你3本佛经，你一定爱看。师父啊，是安怎？你一定爱送我佛经呢？你是读册人，你一定看捌。破地师，你嘛较差不多咧。那又不是你？我安怎？我互你拍无心，你叫唔敢玩的叫？迄奇怪咧，我生目睭头一摆看到像你这款人，人都无爱去出家食菜，啊你安尼面时面我共地刷了摕一款装潢看，啊要拐人去做徒弟，嘿，你效果袂见效咧。你的面皮都较比迄城壁好较高咧。阿弥陀，我不过是送几本书互伊看尔。哎呦，免加钱啦，免加钱啦！啊，阮阿英要看就得给你送哦。等你嘛好啊，来看啥啦，看啥？对。阿爹啊，安怎啦？我摕倒去讲看啦。你个看骨头壳就歹去啦。不会使，我跟你讲哦，我好手使讲是无够啦，落汉卡一个啦。啊，即摆收一个客查某囝，搁一个客家婿，我才5万讲食老母，互因饲着。好，啊你得按道，甲我早条啊尾，甲我收去做徒弟。啊这声我要叫谁甲我饲啊？你要甲我饲啊？阿弥陀。好，免烦啦，有甲怎啦？你想看，你有这两个虽然阿肥遐古锥，你还阁袂满足，好，你离人生这贪心啊！阿弥陀。阿肥啊，迄个抢我的饭碗。贤弟，你算命无？阿弟，我甲你算免费。恁安尼平平出家做和尚，你得较自卑。迄个假阿肥啊吼，恁要看到就刺擦啊！贤弟，莫生气。无底卡，阿英真正有佛门有缘啊。阿爷，你在看啥？无啦，我咧看佛经啦。看佛经。啊，你这本书是倒位来？是报地师傅硬塞互我的，叫我着爱收起。伊是毋是惊你互我卖去，所以要放你出家啊？毋是啦，我哪会相信伊的话？我干那是好奇尔，煮着摕转来，我着往迄方看。啊，叫你两个食饭，啊，拢有叮当是咧创啥？
阿英啊，食饭啊！啊，这姊夫啊，恁两个先去食啦，我要看一下，连才食哦。哦，阿英呀，毋是讲我杂念啦，啊你哦，这几工哦看部册哦，看甲伤过节啦，含食饭嘛无想要食，无你是真正要做回想哦？他厝家做回想嘛袂歹啊。哎呦，阿姊啊，我无破病啦。啊你无破病讲这款话？人报地书嘛讲我甲辅佐少年的啦，这个册嘛是送我啊。我看了后是感觉厝家做回想嘛袂歹啊。阿良诶，要安怎？啊，这报地书嘛咧奇怪，啊，咱阿英的甲因某是新行罗身体顾着扑扑的，啊，特别拐伊去食菜做伙想，啊，那安尼无意思，我来甲伊理论。阿弥陀佛，师傅啊，我是足尊敬你啦，但是哦，你唔好叫阮阿英去出家做伙想啦。你想哦，阮某因后头吼，阿英的是单传的唐僧丸的，啊，你叫伊去做伙想，啊，毋着绝后事。哎呦，莫笑啦，师傅！阿英甲金凤因这对翁仔某安尼心通罗心地顾，安尼感情遐尼好。啊，你叫阿英的即摆来去出家，啊，叫金凤要安怎？毋着手换赶。哎呦，人讲劝和无劝离啦，拜托个啦，唔好拍破人的姻缘啦。阿弥陀佛，平生唔捌修人做个大地，将来嘛无鼓励任何人出家。走起来！哎呀，这，啊，你来找我有啥代志哦？阿爹啊，你替阿英算看卖，看伊真是敢会出家食菜。哎呦，迄哪得我算啦？凊彩想了嘛知。这是什么意思？我的意思是讲，做你放心啦。阿英这囡仔哦，巧啊，伊绝对袂放松我这水啊安尼贤丽的查某囝的啦。啊，有啊！你先讲啦，让你先讲。我就无客气讲了啊。啥？我的意思是讲哦，枝头家你代替阿英啊去出家啦。哈？哎呀，啊花田哦，钱数啊，即摆已经有身啊咧，啊恁自家吼，就免烦恼讲以后无后事啊啦。啊你若代替阿英啊去出家吼，因为比较较无影响啦。啊，甲阿英啊留咧，金凤啊吼，就袂伤心啊咧，对不对？阿六个啊，啊你叫良个去做回想，啊都唔惊我伤心嘛？吼，啊你这什么好办法？袂通啦！石头仔，喂，啊你是什么好办法啦？我这好办法，拄甲你的办法颠倒变。你替阿英去做和尚，哈？免下啦，啊，但你也无某无够啊，你若去做和尚，无某替你烦恼啊。无某替我烦恼，要毋过我家己都会伤心的。无要紧啦，阮再较接去甲你看。石头家啊，莫安尼啦！啊，你倒若要甲我死头路，你就坦白讲，当我也袂怨叹啊啦。啊，不过哦，你唔通叫我出家做和尚啦，好无？哎呀，黑白来呀！恁这拢不是好办法啦。啊，无是要安怎啦？你安怎？若要做动吼，阿英啊，莫去做回想吼。唯一的办法就是讲，希望我有心。有通。哎，什么有通啊？因为你倒来吼，阿姊要甲你讲一个天大的好消息。什么好消息？恁某金凤啊，已经有心啊咧！哈？真正的啊？哎，那无甲我讲啊？哎呦，啊，这查某人的代志，唔哪好意思甲你讲。对。哦。金凤诶，这个代志要甲你讲。哎，你等下，我有代志要问你啊。无啦，阿姊先讲啦。你听我的啦。哎呦，让阿姊先讲啦。阿姊啊！哎，拄啊讲这天大地大的代志，我先问啦。金凤啊，阿姊讲你有心啊，真的假的？啊，有啊无啦？啊，紧讲啊！我唔是甲你赞美过啊，你有心啊？是啦，人有心啊。真正的啊！哎呦，金凤诶啊！哎呦，你真是有心啊吼！天公伯啊，多谢你哦，我听终于有后事啊！金凤诶，多谢你吼。金凤啊，若是安尼，你拢无甲我讲。有啊，人有甲你讲啊，是你家己无心情听。哎，啥时阵甲我讲的啊？啊，你著逐项拢咧看佛经，看到入心。我讲你哪会听得入去？是的啦，金凤，你莫生气吼。啊，你有心哦，
真正足欢喜的啦！哇！赞！哎呀，恭喜！真搞啊，念伫咧做老爸啊呢吼！因为我甲你讲哦，金凤啊，即马是有心的人，啊，你做人帅吼，就较体贴、较照顾。啊，搁有一项，阿姊甲你讲，迄吼经济吼，看无紧，唔好定来看啊入神啦。人某有心吼，爱好好照顾。对啦，阿英，你以后要做一个好医生，爱看一寡有关医学的册，吼，啊，不经卖看。我知啦。你会无人，我作业无好。哎呀，你若是有闲哦，替咱个囡仔号一个名。啊，讲着查某的，是安怎号名？你若安尼调直啦，你袂晓查某好一个，查某许一个，安尼两个拢有啊。啊，对啦，我买一尾鱼，你是要食炊还是红烧的？我看红烧的好啊，你先等一下。想啥？无啦，我想可能是猫啊，猫仔要偷食鱼啦。黄师兄吃馒头。谢谢。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？有缘拜名师，无缘难相逢。姑娘，既然来了，就进来吧。胖师兄，我们没有好东西可以招待客人呢。请他吃馒头也是一样的。万一他嫌馒头不好吃，生我们的气，请我们吃毒药，那怎么办？金凤姑娘，你今仔日敢有早倒过来？恁真认命呢，这么大药啊，恁竟然无代志。胖师兄，你看他好坏哦，到现在还不死心，还想请我们吃毒药，求这种 OK 哦，敢卖交代假馒头。生生化化假身体，改头换面不知天。贪嗔痴爱迷真戏，生来死去苦无边。金凤姑娘，你有听到无？阮胖师兄甲你讲，苦海无边，回头是岸。阿弥陀佛。胖师兄，你说的话，他根本就听不进去嘛。阿弥陀佛。奇怪，是这款都无唔对啊。我那叫娘笑。奇怪，明明是遮尔强的刀，布袋和尚含医生，咱拢无要紧，连阿姊嘛无代志。伊是有心的人呢，咱唔惊毒药。奇怪，这我都想无啊。小公，这是你，小公。小公，真正是你，我以为我拢看袂到你啊！安怎？你别跟我做还是无？
你是走去倒位？这个工我拢找你做无，你搁留一张血书，写遐个话，你到底是啥物意思？你莫惊我好无？小公，你走，即摆毒素伫我的体内咧发作，你莫遮尔啊怨我惊会记到你传染着。我唔管，我是你的某，我唔惊啥物传染。千万唔通毒性足重的，传染着是会死人的。传染就传染，我要和你做伙死。小公，出去，你出去！因好，你若真是咧爱我，你着互我死着较安心的。听我的话，好好照顾你家己。小公，小公。恁两个是伫念啥？布袋赛啊！你嘛较站扎嘞！啊，新正年头这边都还未开市，啊，就来这里落。生意毋是安尼拼的啦。阿弥陀佛。哎呦，拜托的，啊，恁要化缘嘛，看时阵，啊，恁摆这个团体场面对无？啊，我互恁化少，我歹势，啊，化济我袂见啊。我会使，这是阮上大的生意。啊，你要起米律师哦，希望你会当顺利较早动工的。对啦，恁米律师若起好吼，三不五时我嘛会当带阮水某来遐拜拜烧香啊。感谢施主，平真今仔毋是要来化缘的。啊，你毋是来化缘？啊，透早来创啥？恁应该知影我的来意。哦，我知影啦。你要来招阮阿英去做和尚对？人阮小弟都无想要出家，报者知，你嘛真趣味呢。啊，一日敢毋安尼来出招，你敢袂死心哈？阿弥陀佛，伊顶世人应该修，但是修无圆满，所以这世人爱阁继续修。他顶世人是顶世人的代志。啊，咱这世人都不爱出家做和尚，啊，你敢若面线糊，你有够裸体啊！不是裸体啊，是伊有佛缘。哎呦，什么佛缘？师傅啊，这拢你咧讲的人，你哪知影有缘也无缘吼？对，啊，万一这世人若阁修无圆满，啊，毋过下世人就阁修来斗。无毋对，应该修到圆满为止。啊，无咱参详一下啦，吼！这世人互阮来用小欠的，下世人做一个修，啊，你想啥款？阿弥陀佛。嘿，啊你真是哦，迷死迷乱呢！啊人都啊你惊袂？我是看你出家人呢，啊若无，我扫帚头早就甲你吼出去啊！阿弥陀佛。哎呦，啊恁两个拄啊毋是咧爱拔刀摇摇，拔刀摇摇。拔刀摇摇，拔刀摇摇。好，莫摇，水某，紧去后壁夹两支啊鸡腿，互伊去夹。四岁囡仔食什么菜？哎呦，你哋哦，黄酸汤营养不良哦。行，阿姨带你来吃鸡腿。来，哎呦，这哦。阿弥陀佛，罪过。哎呦，什么罪过？骗遐济，啊，得食一支啊鸡腿有什么罪过？啊，无这世人想无够，我搁叫下世人来收来补嘛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嘞！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啦！佛，
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 17、8月未出家，受着少年家。我愿多谢弥陀佛，成家人做地。阿弥陀佛，目镜歹势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我心天下，天风对面吹。 17、8月未出家，受着少年家，可愿表现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。放开世间尘缘，有如梦幻泡影，一切是空，空即一切。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。 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哦，阿六个，好，看无呢？你唱得好听哦。无啦，我对你加减仔罔笑的啦。是六哥，你这步走搞哦，好，你用唱我改变哦，你坐袂掉，我就走啊，你对不对？师傅啊，拄啊报地师是过来化缘心。啊，透早透枵，我店都还未开，就来得咯，真无站站。啊，别位唔去，定来要找我啦。啊，袂输我顶世人欠伊的哩。啊，人来化缘，咱就凊彩随表示一下就好啊嘛。先怎唱歌共乱？阿英啊，这你都唔知影。阿英啊，枝头加一捆头，互伊5下呢？这一个5两，5下拄啊25两啊。安尼也嫌无够，我就出去走，无想要伫偌济嘛。都对啊。英啊，伊唔是要爱钱啊，伊主要是要伫阿英啊你啊。你甲我点点，你无讲话，人袂讲你下狗。哎呦，你行久了啦！安怎啦？安怎啦？哎呦，咱看你这面啊走走，哎，是去踢着对方向。啊，我知，我看你为平来哦，你一定是去动灵堂去化缘，人无爱互你这么猥琐，对不对？安怎啦？哎，我话都讲遐袂煞，你哪会遐急啦？我跟你讲啦，阿英是无可能去出家啦，也你免小想讲要求做大帝啦，啊！阿弥陀佛。哎，哦，我就唔准去甲你对头对袂行，哎呦，安那两副做出来啦。先生，你安尼对待人，风度有够歹哦。是啊，只不过风度歹，伊才风度歹咧。哎，定定要怪阮阿英啊去出家啦。迄要出家唔出家是在人的本意的，我讲安尼敢对哟？你嘛袂呢怪报地师啊？阿英他是受过的。哎，我唔相信，迄阮阿英都娶某啊，什么叫有福缘无福缘咯？哦，我甲你讲啦，这个正月14，阿英若拖会过哦，伊就袂出家啊。金毛啊，安怎有囝？阿爹，啊，阿爹你来啊，请坐。阿爹，啉茶啦。金毛啊，嗯。阿爹问你者，昨我教你讲，叫你骗阿英，你有心，啊你有甲讲？有啦，我昨顿去就还袂开嘴，因大家都问我讲，我是毋是有心啊？阿爹啊，原来大家想法拢甲你同款呢。啥事咧啊？安尼知道，安尼知道。阿英听你讲是啥款？伊听了当然嘛是真欢喜，佮答应阮师傅讲，以后要不爱看佛经，要加研究医术，去看一寡药册。伊讲伊要做一个好医生，好好照顾阮母仔囝。那阿英无咧看迄部经哦。嗯。原来变遐紧啊！咁讲阿肥这摆讲的无准。报的回信是讲啥？阿肥讲得足肯定的啦，讲阿英也会出家啦。阿英会出家？唔对，时间是这个月14，5时进前，所以啊，大家啊适合尽量较主动，莫有阿英在这个时辰有机会出门，若拖过这时辰啊，安尼一切就无代志啊。 7月14，伊今仔日毋才3天了呢。
对。我伫回想讲的话，我要信。爹，你是要安怎呢？既然安尼，大家就爱尽力，无论如何一定要拖过这3日后的午时。咱走行，免烦恼啦。阿刁有替阿英算过命，哈，伊毋是了出家上，伊有吉人天相。3日后的午时若过，你就安啦。希望是安尼。阿英啊，我坦白甲你讲啦，拄仔迄个布袋戏吼，都是要过来甲你出招啦。出招是啥意思啊？啊，煞毋知影，要过来招你做和尚。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。先生啊，你会遐行，有啥物代志哦？我要来找伊啦。小师傅，请坐。啊，你来找我，什么代志是吗？我今仔日突然间要甲你讲一个消息。哦，是什么人的消息？你的消息。我是安怎？你后摆甲我相像，剃头出家做和尚。这我知啦，布袋戏嘛是安尼甲我讲啊。本来吼想是有在想啦，但毋过即马已经无可能啊。是安怎？因为阮某金凤已经有心啊啦，刷落去咧，我的责任会愈来愈重啊。为着我的某囝，我哪有可能放煞伊一个人去出家食菜？你知无？有真侪人拢真关心你呢。除了你的亲人以外，谁人上袂放心你的前途？伊甲你当做伊的亲家婿呢。万一哦，你若真正出家，谁人一定比别人搁较伤心，搁较失望。我嘛是真关心你呢。啊，若无，我今仔日就袂来遮甲你讲遮侪啊啦。希望你哦，莫有关心你的人失望。我知啦，我一定袂搁想要出家。安尼就好。阿英啊，我拄则听你甲细汉大你讲遐话吼，好，安尼我就放心啊啦。其实我嘛无讲一定要出家啊，是安怎大家拢为我的代志咧烦恼啊。阿英啊，这个遐点仔济草啊？是啊，就是顶边金凤带来的所在啦。安尼哦，莫怪讲你会嫌我含慢，吼。阿英啊，你是咧看啥啊？天顶有一尊美丽花，你有看无？无啊，哪会有啦？有啦，你详细看，伫遐。无啊，哪会有？哦，我知啊啦。啊，算唔知讲你想要出家，啊，总我骗讲美丽花显现，我你看对唔对？我无骗你啦，美丽花就真正清清楚楚伫遐，你无看呀？骗笑的，啊，你甲我骗到遐济？我感觉真的嘞。你是安怎？就惊记这药草的命，就叫阮袂晓。啊，你是听啥？我在替恁囝的赌官。想袂到，我呢就要做阿爹。你哦，都爱较认真读册咧。咱有囡仔了后哦，厝内底用钱，就敢若用水共款。你若心认真读，囡仔会逐工找你靠巴肚枵啊。你是安怎啦？
你有心事的款啊？听我家拉去挽药的时阵，我看到弥勒菩萨在天顶显现，足奇怪。敢若我看有，我不互人看，伊拢看无呢。我伫想讲，是毋是真正我甲户口的命中注定爱出家啊？你若是出家，啊，我个囡仔是要安怎？囡仔一出生就无老爸，是真可怜的呢。你敢忍心放阮的路？你免烦恼啦，凊彩讲真尔。待予我找到出路，对感情有觉悟，离开你是我一生的错误。好件事是恁两个过来。师傅有话要甲恁讲。阿弥陀佛。过3天以后，阿英就要皈依佛门。这2天哦，恁洞内洞外拢爱摒扫身体，好接引阿英剃度出家。恁阿英皈依佛门，恁应该欢喜啊！以后伊就会照顾你，恁就袂四界爬爬走了。无爱。什么无爱？记摒扫。是，师傅。就一天不下歌啦！哎呦，你哪有时间通来遮啦？你查甫伫师傅带倒，你找要做啥呀？我想要请教伊，我到底有福缘无？好啦，我带你来去。哎，免抢啦，免抢啦！我是干那要请教你一简单的代志尔，你抢啥啦？阿肥啊，阮阿英是毋是写信有福缘啊？男女下凡苦不尽，多数为人造恶因。家乡极乐不知返，永在苦海难翻身。哎呦，阿肥啊，你这么是念什么四不连啊嘞？这是什么意思啦？阿爹啊，我已经了解。阿弥陀佛。多谢师父开示。嘿，金龙，你倒转来哦，我等你等真久啊嘞。你又搁来要创啥？我想你啊。阿六诶，你也是死心啦！天下间的查某遐尔济，有啥偏偏来介意我？金龙啊，莫问我是安怎啦，我就是介意你啊。你凭什么介意我？你有对一点配我会去？我知影我甲你无适配啦，我无阿英的缘投，嘛无长家遐尼好业，也毋过我是真心咧爱你的啊。我看到你就讨厌，你莫遐尔白目好无？我都要你烦死啊啦！我知影你心情无好，所以我特别来安慰你的啊。我无需要你的安慰，我无需要你的同情，我拜托你，你离开好无？金龙，我唔敢离开你，互我在这陪你好唔好？谁啊你陪我？我看到你就气躁，我就生气啦！你敢唔紧走？
你是要创啥？你无想要我哟？我害银凤啊！你是天下间第一戆的人。银凤，你害的人佫无够多吗？可老对伊遮尔好，你忍心对伊下毒手，你还敢是人？我本正敢是人，我是姚姐。好了，已经起笑，咱来走。我要到这陪啦。陪，咱来走啦。阿乐啊，你从金凤放也袂去的啦。想袂到金凤这了绝情啦。伊即摆已经变甲无情无义啊！你为伊伤心，唔得啦，伊唔值你的爱啦。你哪会讲金凤的啦？你一点仔都无了解伊嘛？就是因为你甲阿英无关心伊，伊今日来变成安尼，伊足可怜的咧。阿乐，你对银凤的痴情，实在是令我感动。也毋过伊即马并无想要接受你的感情，我想可能是恁的缘分还袂够。再然有一天，伊会互你感动，伊会接受你啊。好啊啦，好听话哦，我听真济啊啦。伊太予我找着出路，对感情有觉悟，离开你是我一生的错误。你一个人是啥？阿乐个咧？这中昼饭好5百，票一个无看人，去倒我嘛唔知。唉，这个吼一日干伫咧消某，即摆嘛唔知吼消伊倒位去啊。你是咧哭啥？哭我一只仔牛咧！都伊无爱插我啦！你是讲伊斗着倒一个无爱你啦？都伊嘛！你甲我倒伊，无讲啥，我哪知？都金凤安小妹已经落啊啦！你还搁咧孝顺迄个无情无义狐狸精？阮两阿某会害到保你落安尼？那这个吼你袂用爱看破，知无？我无爱看破啊！我跋心中的，我痴死人就是要娶伊啦！要娶伊，好，要娶你去娶，无本嘛甲伊传哦。我甲你讲哦，免爱出入门哦，拢甲我搬出去。哎呦，水某的啊，那个头壳都一条筋通北来，这爱情的代志吼，咱莫共插。好啦，你跋死中的哦，就互你去跋。以后吼，若做落饭卡哦，就莫怪我这头家娘无良，无要娶某互你哦。免啦，我家己我都通娶啦。人金嘛讲小妹一定会爱我的啦。爱咧真久咧啦！金凤啊，你拄仔甲我讲的话真实的吼，恁小妹会爱我对毋对？你对银凤这么痴情，我相信伊一定会互你感动。子顺啊，你有听的吼？我绝对袂做落案卡啦。好啦，你若一定要娶吼，无本家己传啦。金凤啊，那拄好。我准备安太药要互你啉呢。金凤啊，这药啊袂讲真苦啦，趁小紧啉。小等下，金凤诶，我有话要甲你讲，等下啉吼。哦。我知影你有心是假，这啉好。阿姊，这是安太药啊呢。我有心，我啉拄好好啊。金凤诶，我是吼要阿英去做卫生，才会骗讲你有心。若会遐拄好，你有哪会晓骗你讲你有心？就阮老爹甲我教。毋过我嘛烦恼呢，迄你即马有法度嫁？过几个月吼，我肚爱大起来。若搁变，毋着老迄是以后的代志。阮老爹甲我讲，3天以后的午时，阿英就要出嫁啊。真是嘞？所以我会先拖过这3天才搁讲啊。
阿英，药啊，你买啊？话讲真好嘛。对嘛？有什么代志啦？金花老讲哦，我像生日开始，算讲3年以后，阮阿爷就要出家做和尚啊啦。但是有影，3工后就要做和尚。有影啦，紧来想办法。阮阿爷啊吼，若真是去做和尚哦，我听讲都无人通传药书啊，紧给我想办法啦。胖师兄，你怎么都不说话？阿肥啊，到底是有解啊无解？你嘛开一个金口，讲一个金言呢？阿肥啊，我求你一下啦，阿英千万都袂用去出家哩啦。伊若有啥是讲是和尚命吼，希望阿肥你还是我改一个命哩啦。我无希望伊大富大贵，我是干那希望伊甲阮查某囝安尼恩恩爱爱一世人啊。胖师兄，生来求你遮久啊，你嘛莫啊昂多。师傅啊，师傅啊，我求你啦。师傅啊，你求我要创啥？你的法力遐尼高强，阮两阿某较早定来冤家，你甲我变做查某，甲阮水某变做查甫，互阮会当互相了解对方的感觉，甲对方的辛苦。是啦，阮阿某即摆遮尔恩爱，拢嘛是师傅你的功劳。阮阿英讲伊要去做和尚，我来求师傅，你用你的法力，莫阮阿英去做和尚，互阮听到有一个人通传入来。阿肥啊，你有看到我啦？阿英因一家伙拢甲你跪下呢，啊，包括我在内，我安尼甲你跪下啦。我就讲过，靠人不如靠家己啊。遐你毋咧跋跋倒，阮也毋是像你有法力啦，是要安怎靠家己啦？阿弥陀佛，你还是爱靠家己。那好啦，靠家己就靠家己啦。这件代志哦，我袂阁拜托你，我等来家想办法。我若无法度通救阮阿英哦，我从今以后无爱做福州仙。真正呢。